这个花店挺好看的啊。哎，我试一下。好，试试。哟，这个好，正好把这给挡住了。是吗？对，你看呀。谢谢。啊，谢谢啊。哟，看公子愁眉苦脸的，像是得罪了家中的娘子吧？来，买个首饰送给她，赔个礼。大娘，你误会了，我尚未娶妻。哦，是送给心上人吧？哎呦，大娘，我也是过来人了。想当年呀，我年轻的时候，我们家那位追不到我，也整天垂头丧气的，就跟你现在一个样。啊，大娘，我没有心上人，她只是我妹妹，她额头受了点伤，我想买件东西让她开心点儿。哦，是晴妹妹吧？哎呦，大娘，我懂，我懂。来，我帮你挑一个啊。哎，你看看，大娘摊上啊，就属这个最漂亮了。你去送给你那位妹妹，我想她一定会喜笑颜开，你俩会和好如初的。好，那这个怎么卖啊？哎呀，我看你也是个英武之人，想那妹妹一定也是个美貌佳人。我呢最喜欢才子佳人了，就算5文钱吧。啊，那就这个吧。哎，好好好，我给你包起来啊。啊啊，大娘，麻烦你再给我一个一样的，我要送给另外一个姑娘。公子啊，别怪大娘我啰嗦。这下雨天呢，撑2把伞，看似好像可以挡更多的雨，可实际上啊，2把伞贴在一起，这人呢正好就站在漏雨的地方，什么也挡不住。人呐，不能太贪心了，1把伞就够了，啊。好，谢谢你了。好漂亮的花店啊！这是我第一次买女孩子的东西，我是请那个卖货的大娘帮我挑的，也不知道三妹喜不喜欢。大哥，以前呢，我去看宫里的嫔妃佳丽争奇斗艳，每日啊，她们都变换各式各样的金银首饰，我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小巧别致的花店，我好喜欢啊！三妹喜欢就好。既然你不想出去，不如让大哥给你讲讲我爹娘的故事。好啊，难得大哥这么有兴致，我也想听听。在很多年前的一个上元灯会上，我爹带着我祖母去看花灯。由于路上人太多，一下把他们给挤散了。我爹到处寻找，结果在路边发现一个陌生女子，一直陪着我祖母，不停地安慰她。那这个女人真的好善良啊，莫非就是你娘亲？我娘她相貌平平，就好像这花店一样，虽然并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，但却贴心贴意的。我爹深爱着我娘，一生一世。可见女孩子的相貌虽然重要，但是内心的好，才是真金难换的。三妹，虽然你脸上有这道伤疤，但在大哥心目中，你却是这世上最善良、最好的女子。谢谢大哥，大哥的意思我明白了。大哥，这个花店我自己带不好，可不可以请大哥帮我贴上？没问题。来，你过来坐下吧。小薇姑娘真是有心啊！大哥，
三妹怕贴不好这个花店，所以让我帮忙。这个点心看起来好好吃啊！谢谢小薇姑娘。小维，我刚买了2个花店，一个给了三妹，这个就送给你。怎么了？你不喜欢啊？不会啊，只要是王公子送的，小薇都喜欢。大哥，我们去喝酒吧。好，那我们走了，啊。大哥，今天我带你来这里呢，是想和你好好聊聊心事。好啊，你看啊，我们兄弟3人已经相识一段时间了，除了静儿在场，我还没有和大哥好好聊过天呢。说的也是啊。二弟有什么心事，跟大哥分享分享。大哥，你究竟喜不喜欢静儿？静儿是我三妹，我当然喜欢她了。大哥今天为静儿贴花店，此举非兄妹间所为吧？二弟，你误会了。我是为了静儿容貌的事情难过，所以就给她买了花店，没有别的意思。大哥，你可知道我和静儿是何关系？表兄妹啊。是，不仅是表兄妹。我和静儿一起长大，从小青梅竹马，我一直把她当亲妹妹看待。先王后未过世时还曾说过，日后若无合适人选，便将她许配我为妻。哦，可惜啊，女孩子长大了，便有了自己的心思。她只是见了你几面，便与你结拜，为你抗旨，还不远千里到南疆来找你。大哥，你可知道她的心思？但是我跟静儿真的是好兄妹、好朋友而已。大哥，静儿从小被皇上皇后呵护长大，她看似性情豪爽，其实很单纯。大哥若有意，切莫辜负她；若无意，就别让她误会太深。二弟，我从来没有攀龙附凤之心。对于静儿，我真的是把她当成妹妹，是好朋友，是知己。大哥，我从来不打诳言。自从来了边关之后，我一心只想着守疆卫土。至于儿女情长之事，已经与我无关了。神女有心，襄王无梦。只怕静儿这次要失望了。你放心，我以后会有分寸，不会跟三妹走得太过亲近的。而且李将军也交代过军务，从明天开始，我就要专心于军中之事。至于三妹，她心思豁达，我想她会慢慢想开的。反正静儿早晚都要回去，希望她只是一时念头，慢慢淡忘吧。来，大哥，我敬你一杯。好，那我们兄弟俩今天就不醉不归。好。公主，阿莫虽然没有喜欢过一个人，
可是对男女感情之事，也并非全然不知。喜欢一个人，而对方魂不知情，付出的感情无所回应，这种感觉真的很难受。阿木，你别说了。公主，汪英真的值得你这样吗？他对您和小维是一般的体贴呵护，他要么是花心，两个都想要，要么就是愚笨，什么都不懂。他才不花心呢，也并非愚笨，只是不解风情。那公主又何必把心思全放在他身上呢？您是公主，是君，他是臣。公主怎么了？公主就不能像寻常女子一样追求所爱吗？阿木，你知道我最讨厌公主身份的，最讨厌什么君臣有别。你要再劝我，那你就自己回京去，不要再管我了。